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1月2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市府所举办的跨年三部曲第一站来到北门的金仔角盐田，要甲民众做伙送走2018最后一道的夕阳。虽然这天天气不好，并无看到夕阳落山的画面，不过现场的气氛悠然相当的热烈。同时，也为着要庆祝已经满200周年的盐田来庆祝，希望未来会当继续保存这珍贵的文化资产。每一档拢会互真侪民众相当期待跨年三部曲。第一站来到北门区的井卡盐埕，要甲大家做伙送走2018年的最后一道夕阳。当天市长黄伟哲甲真侪贵宾拢到场参加。伫会中，市长嘛表示，虽然是例行性的活动，不过希望未来也是会当甲周边的景点结合，再创旅游新高峰。因为金仔角是台湾本土最西边的一块陆地。所以我们的夕阳都是最晚落下的，但是有另外的金仔角盐田是今年是200周年，所以很荣幸，也不仅是生日快乐，也是2018的再见哦。所以我觉得其实特别有意义。虽然每年例行性都会来，但是重点是我们觉得其实每年来看到越来越多新的脸孔、新的好朋友哦，还有老的朋友、新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希望把这个地方的观光带起来，能够跟渔家兰风景区管理处能够越来越多人发展观光，那也带起所有不管是国旅或是国际观光客都能来这边，我觉得是相当有意义的。虽然东港因为天气的关系，并无看到上水的夕阳，不过井卡美丽的景色，也是吸引真侪市民到场参加。主办单位也为已经满200岁的井卡盐埕庆祝，希望这项珍贵的文化资产会当继续保留落去。请揭开200年之约，盐定金仔角。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跨年三部曲之一的跨年晚会，伫咧高铁台南站盛大来登场。现场除了邀请真侪位歌手演唱以外，也有金曲新人奖的茄子蛋，总共13组的歌手来演唱。这个同时嘛是新任的市长黄伟哲以第一届的跨年晚会，现场来了20万人共同迎接着2019年。台南市的跨年晚会31号时间，高铁站盛大来登场。虽然一开始的人潮较少，但是随着时间愈来愈接近12点，现场人潮嘛愈来愈多。这届嘛邀请实力派歌手萧煌奇、谢敏佑等人，同时也有得到金曲新人奖的茄子蛋，总共13组的歌手来演唱。这届嘛拄好是新任市长黄伟哲第一届的跨年晚会，伊嘛减少伫厝的时间，并到台下倒数。大家最好的礼物，第一个礼物就是讲话讲短一点。第二个礼物就是我们要让大家跟各位在台上过年，我在台下过年。哦耶！我相信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这么多好朋友，这么多大家都在台上，然后来到归仁沙仑高铁站的站区，跟我们大家欢度台南新时代，共同度过这个难忘的2018，迎接2019。所以呢，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猪年行大运，诸事大吉。谢谢各位。除了伫高铁站的跨年晚会以外，海岸路的相关业者嘛主动举办盛大的跨年市集。除了有坐坐单位以外，现场嘛安排街舞表演，加上原本的街道美术馆嘛成为市中心的跨年亮点。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拄达上任的议长郭信良，就马上投入关心弱势民众的行动当中。伫12月28号前往了麻豆区甲咸阳区以后，29号也来到安南区2户弱势家庭中。因为法令的关系，无法度得到相关的政府补助，
对此，议长特别伫咧年节进前亲自送慰问金，代表市议会关心，同时嘛希望社会各界会当帮助这寡社会弱势。日前拄成功当选议长的郭信良，就任后嘛积极关心台南各区的弱势民众。29号上午，伫当地里长的带领之下，特别来到安南区2位单亲妈妈的家中，表达议会的关心，同时嘛送出慰问金，希望因会使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这届特别呢，代表议会来2户的这个社会边缘人我们台南市政府一些的社会边缘人呢，也许是比较照顾的能力呢就比较矮缩。所以这2户呢，特别的需要社会的关怀以及关注。那因为他们呢，事实上有那种的家暴啦，或者造成的要抚养3个孩子。那3个孩子呢，都是很幼小他一方面去庙方打理工作，一方面也要照顾3个孩子这个非常很辛苦，又没有得到社会局正常的管道的救助。这些边缘人呢，更需要社会大众来给他帮助，所以今天特别陪同礼堂来给他关怀关注用一些温馨让他们过个好年。2位妈妈看到郭议长亲自来关心，拢感觉非常感动，佮感谢。这2位单亲妈妈拢因为法令的关系，所以无法度顺利得到家收留户的补助佮资格。议长除了高重关心以外，嘛呼吁各界爱多多帮助这个弱势。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两家事业废弃掩埋场开发案，虽然过去政府拢讲人民无同意进前未同意开发，不过就伫咧新旧政府交接进前，代理市长煞核发了41公顷的水土保持许可。对此，新科议员许佑仁上午联合了陈永和甲新任的余部里长来召开记者会，要求新市长一定要听民意，马上来停止着开发案。台南市政府伫咧新旧交接进前，突然间核发两家事业掩埋场开发案水土保持的施工许可，而且面积由过去的0.6公顷变为全区的41公顷。不但进前引发南洋议员的不满，现在嘛有在地无党籍议员许佑仁甲当地新旧任里长徛出来反弹。议员认为，过去该位置一直是军事用地，禁止进入，因此要求市府应该行文开放禁地，互更侪人了解该地点到底是不是适合开发作为废弃的掩埋场。台南市政府，我们黄市长是不是可以行个文？给我们退辅会、行政院退辅会来要求，先开放这个167县道，让它通行，让我们99%或100%的台湾人民都可以自由自在的进入这一块禁地，去观赏这块禁地保留下来的美景。那么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地方来设置欧新、南区、龙崎市议会器物综合处理中心，这样合理吗？另外，伫顶届市长选举得到11万外支持者认同，反对两家掩埋场开发的陈永和上午嘛徛出来呼吁，要求新市长唔通被当作囡仔看待，对着整个开发案应该爱先停工。有2个月的期间。要咱台南市政府咧释法，就是去了解。咱呢，黄伟哲市长刚刚当选，啥物拢唔知，就互掠去卖，后人去话事，这袂使甲黄伟哲市长就毋是甲当作猪肉讲甲剁起来，就甲掠去卖，无人安尼做的。所以我伫遮我要呼吁咱黄伟哲市长，伊应该爱先停工，我也不再坚持说，黄伟哲市长，你马上要撤销这个水水土保持的这条，水土保持的指导，我无要要求的呢。但是我希望黄伟哲市长爱行使伊的职权，去彻底的了解讲，是咱个0.6公顷，忽然间变成40几公顷，全部要开发，唔甲黄伟哲市长当作囡仔。而新任的余部里长陈泰祥嘛表示，因为水保施工是整个开发案的前期作业，只要开发案卖动工，就唔免做水土保持。呼吁新市长也是爱听取民意，千万唔通官逼民烦。看
守市长错误的决策不该持续，我们希望能够开放禁定，好不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民进党主席补选将伫咧1月6号来举行。台南市议会一名一国的成员，包括着创团林志聪甲李启维下午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着党员唔通受到派系影响，要勇敢做家己，全力来支持游盈隆，希望会当改变现况。民进党因为高合一选举失利，主席落台，并且将伫即个月1月6号进行主席的补选。包括卓荣泰甲游盈隆，今仔日拢拄好来到台南拜票。游盈隆上午来到台南市议会拜会议长郭信良，寻求支持，双方并且会谈1-20分钟。而下午嘛马上有一名一国的成员，包括议员蔡永全、林志聪甲李启维，拢出面相挺，呼吁民进党员爱支持改变的力量，唔通阁受到派系影响。对这届的党主席的补选，咱以身作则，共同站出来。阮希望呼吁支持一个有反省能力的这个候选人，就是2号游盈隆教授。咱希望讲透过安尼的这个自行的运动，由咱这届的这个党主委的改选来做起，相信这会当互市民，会当互人民台湾人民看到民进党抑阁有反省的能力。民进党一定要改变，民进党一定要来反省。上介好的人选就是2号游盈隆。我相信游教授啦，如果来咱来当选了民进党的补选的主席，会带向民进党行向无共款的道路。议员表示，因为党主席的补选被看作是2020年民进党总统大选的提名前哨战。因希望民进党的未来决策是应该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一条边政策。因也将全力支持游盈隆，希望会用个改变现状，行家己的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外勤记者协会28号来举办着第14届第一次的会员大会。会中除了举行新进会员的入会投票，同时嘛借由岁末年终，邀请到协会顾问以及平常时受访的机关团体、市府民意代表等等，共同来举行着参会联谊，场面热烈。台南市外勤记者协会第14届第一次会员大会，28号暗时伫永华路顶的洲际港时举行。会中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林俊宪、陈廷辉以及这些议员拢出席为活动加添光彩。协会理事长同时嘛是上主村有线电视副理罗启俊表示。协会每当选伫年底召开会员大会，一方面除了为了新闻工作者的辛劳，同时嘛要请机关团体、市府、民意代表甲顾问团等等互相联谊交流。91外勤记者协会办那个会员大会，那今天大概主要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新进会员的一个入会申请那今天也要投票。那年终岁末之际呢，我们也跟我们的顾问，还有我们市府的一些贵宾，还有平常我们的一些采访对象，我们有一个互相交流沟通的机会那新的一年也在这边也祝我们所有91的会员2019新年快乐。新旧年的市长黄伟哲虽然公务无闲，但是嘛伫参会结束之前赶到现场。黄市长表示，虽然上任这第4天过去无做过首长，不过嘛感谢媒体朋友描写对市政的关心。伫岁末年初，特别感谢大家一冬来辛苦。黄市长嘛伫现场等献歌后，将整个参会气氛炸到上高调。因为在岁末年初的这个时候特别跟各位感谢1年来的辛苦。那小弟我呢，今天是第4天了，25、26、27、28第4天希望各位多多照顾，在新的年度里面，我们一定尽全力来跟各位配合。
好消息一定第一个时间告诉大家，坏消息一定是最后时间才告诉大家啊。但是不管如何，都希望说各位能够给小弟多一点指导，多一点看尬，因为我也没当过首长哈，这样第一次当所以说希望有什么事情我们一定全力跟各位配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谢谢。这摆参会联谊现场总共设开21桌，除了市长加市府官员亲自到场，现场嘛有侪中央加地方的民意代表、工商企业、学校加军警单位共同参与。活动当中也有摸彩重头戏，和场面热烈高调不断。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先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一档一台车，美美款评真正有够大方。中嘉美美款评延续去年年底送出一台旅行车以后，今年再次来举办着花卉用户的抽奖。业者表示，到1月底之前，只要民众申办指定速度的款评送完，就有机会将100万的汽车开回去，并且得奖的机会相当的悬，比着乐透更简单。拥有100万收视后的中嘉集团，透过亲力家家户户有线电视线路，一线地当同时满足看电视甲上网的需求。该集团为了回馈用户，每当年底拢会举办抽奖。上主称有线电视表示，从现在开始到1月31号为止，消费者只要申办120名以上的速度上网，不止拥有每个月599块上届实在价效。也阁有机会抽到价达100万的汽车。第新年开新车专家旅游，伫厝内高速上网，以及收看高位置内容的3大享受。从即日开始，您升装 MIB 宽屏的话呢，120枚每一个月只要599块钱。那高速上网600枚的话呢，每一个月也只要700块钱。那另外我们还会赠送您免费的数位套餐来观赏。那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呢，我们还会有一次100万休旅车抽奖的好机会。另外，有线电视伫新的一档嘛推出 Fox 电种组的限时优惠，也是原本 Fox 家族11个频道加上 PVR 录影服务，加价每个月定价要300块，你现在只要69块。你有民众开小钱，得当观赏经典的电影、体育节目。而且拥有500G 的超大量，会当捡起来，提前录，随时拢会当看。但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为着要迎接2019年，南昆省大天府特别伫咧庙林来举办着2019迎新年写春联、送春联的活动，邀请到10多位书法名家现场来会校，提供予信众来索取。另外，也阁有亲自登录写春联的体验活动，相当趣味。南昆省大天府为了回应侪侪信众的需求，也作为迎接新年的习俗之一，特别伫1月1号庙埕广场举办迎新年写春联、送春联的活动。现场伫庙方甲书法家开闭过后，刷落来就由10位书法家现场会校写春联，予民众索取。提倡这个文化活动，咱每一年拢有活动。可能老遐可能馆有咧展览，这会使讲是别个庙宇无的，是咱南非大天府这几年来
对这个艺文的活动，咱推动了，唔敢讲足成功，但是备受社会的肯定，会互咱肯定，就是有这大书法家，有这对文艺有兴趣的，拢来打咱南新大天府斗骹手，所以讲一年活动，咱拢继续咧推，片展览，咱就有一部专辑出来，所以讲到尾来累积庙的文史，咱是有凭有据，这一直，阮这个古典秘书落来配合，小弟一直咧推动一个真重要的课题书法家黄宗义老师表示，原本袂方只需要8位的书法家，但是伫伊的牵线甲建议之下，嘛增加到16位，就是希望互所有的信众都会使看到更较侪种的大师作品。8个呢，除了咱庙宇即回所安排的头前8位贵宾以外呢，我来讲唔行啦。南部书法家遮济，敢会当变16个？所以到尾啊，就是咱今仔日所看到的16个。咱是讲咱的即个活动足有意义的，咱的遮香客信众遮济，要爱春联的人遮济，是讲咱交旧年小工，你搁安排一寡较少年的学生，尤其是台南大学在研究生写了好的，拢尽量来遮来写，互咱民众呢应付伊的需要。现场嘛特别安排民俗画家林进以猪年为主题，创作相关的水墨画作，以及亲自登录写春联体验活动，希望互来到庙林的信众拢留下一个难得的回忆。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主打以歌会友的四季爱心歌友会，原本只是社区歌唱班，但经过一冬以后，因为参加的人数有够多，决定要来成立着歌友会。29号也盛大来举办着启动仪式，现场来了真侪位面代表来见证歌友会总监，也希望较侪民众做伙来加入，互大家以歌会友唱歌来保持着身心的健康。伫侪位议员甲北区区长的见证之下，为伫新平社区活动中心的四季爱心歌友会正式来启动。原本只是老师何芳怡定期上课的歌唱班，随着参与的人数愈来愈多，到现在嘛高达120多名的成员。所以，伫议员沈振东的协助之下，向社会局来申请成为四季爱心歌友会，希望互更较侪喜爱唱歌的民众做伙来参与，用唱歌来保持身体的健康。我们何芳怡何老师他有开了很多班之后我也参加这个日语班觉得大家人气都很不错，所以就办这个世纪爱心歌友会，希望这个歌友会能带动所有的我们全民运动，大家都把这个我们很美好的声音、柔美的声音带给我们的社区，带给我们的咱的厝边头尾安尼希望我呢让我大家拢集聚一堂，好好的欢乐一下。29号启动当天，除了热烈办桌以外，嘛有安排成员上台唱歌。总监表示，未来若是有需要因来表演，嘛会使主动向因询问。现在除了歌唱班以外，每个礼拜五嘛有跳舞的课程。嘛因为歌友会的成员并无限制，所以如果想要以歌会友的民众，嘛会使来报名四季爱心歌友会。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来自全国高中职的幼儿保育相关科系学生，聚集到嘉南药理大学，会出因亲手所创作出来的教具进行比赛。今年85件作品参加比赛，每一件拢相当优秀。这挂有够古锥的教学玩具，全部拢是来自全国高中职幼儿保育相关的学生亲手所创作出来的，不但好耍古锥。更加重要是具有深厚的教育意义。嘉南药理幼保系已经连续办理这个比赛，达到10档啊。来参与的作品也愈来愈多。今年总共有85件作品来参加比赛，竞争相当激烈。那这一次来参赛的是85组，可算是我们历年来高中职参加最多的一次。好，然后一共有来了13所的学校。好，那每一所学校都由老师来带队，然后把他们这一年或
一阵子精心的设计把它呈现出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他们有互相的交流的机会，很多老师都想借着这个机会，让同学来这里，除了比赛以外，又观摩别人的作品，然后可以有进一步的学习。那我们学校以一个大学的立场，我们很愿意去携手这些高中职，然后一起来培育幼教的人才。那我们也很希望说，以这个高中职老师的努力，在他们的努力之上，我们持续的会希望未来我们在大学端培育孩子们、学生们有更多的能力，然后作为幼教界的一个生力军。根据着评审的表示，今年的作品大部分拢非常的优秀，也互评审伫咧评分的时阵，爱用更加侪心思去考量。同时，评审嘛观察到一个趋势，就是今年的作品拢是以着大件为主，较少看到细件的。评审来表示，大件作品会当互较侪囡仔会当做伙来进行游戏，嘛会当借此来培养因团队合作的能力。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温度17度至22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10级。真感谢你来收看1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祖和，咱再会。